你知唔知啊？據統計，超過40%嘅 Amazon 新手賣家喺第一年就因為計錯利潤而蝕錢離場。講真啦，我初入行嗰陣，對利潤嘅理解仲停留喺入貨價同賣價嘅差額咁簡單嘅。Amazon 平台上計利潤唔簡單到用賣價減入貨成本就搞掂，成個市場普遍認為毛利率有30%已經好正呢個諗法，其實幾危險。一個最基本嘅 Amazon 利潤公式係利潤等於賣價減去入貨成本減去 Amazon 佣金減去 FBA 費用減去廣告費減去物流成本。但現實世界入面呢條公式複雜好多嘅。舉個例啦，一件賣25蚊美金嘅貨，入貨成本係8蚊美金，睇落有17蚊差價，但扣埋平均1成半嘅類目料金係3蚊7毫半， FBA 運費大約係3蚊半，平均1成半嘅 ACOS 廣告支出係3蚊7毫半，國際物流大約喺1蚊半一件之後，實際利潤得返4蚊半左右，利潤率得返1成8，而唔係睇落嘅6成8。嗰啲容易被忽略嘅成本先至係真正嘅利潤殺手。老實講，我見過太多買家因為冇計到呢啲睇唔見嘅錢而陷入困境。最典型嘅隱形成本包括係退貨率帶嚟嘅2次物流同產品損失，平均影響2%到5%嘅利潤，還有長期倉儲費。對於銷量唔好嘅貨，可能高達賣價嘅1成到2成這麼多啦。匯率波動損失通常佔1%到3%。另外還有不良庫存處理費用等，仲有季節性產品嘅庫存積壓問題。例如我識得一位買家，舊年夏天買風扇賣得幾好，但季尾有3成貨賣唔出，到咗第2年唔單止霸住倉位，仲因為有新款式上市而要大幅減價清貨，最終嗰部分庫存嘅利潤率變咗負數。喺 Amazon 平台，真正嘅利潤應該從產品生命週期角度嚟考量。成個市場普遍計單件利潤嘅方式有好大問題，最實際嘅利潤公式應該係總利潤等於累計銷售額減去總投入，包括前期開發、測試、廣告投放、庫存成本等所有支出。一件貨由上架、推廣到穩定銷售，再到最終清貨，成個生命週期先至係計真實利潤嘅週期。一啲成熟賣家會設定90日利潤回收期嘅概念，即係產品投入市場90日內必須回收全部成本兼賺到錢，否則就要調整策略或者淘汰產品。咁樣諗之下，前期嘅廣告投入同定價策略就變得特別關鍵。有趣嘅係，數據顯示長期穩定賺錢嘅 Amazon 買家，普遍接受嘅淨利潤率其實只有8%到15%。嗰啲追求高利潤率嘅買家反而容易陷入短視陷阱，最終因為各種問題而難以為繼。訂閱 Italy 外貿電商研究院，每日一個外貿小知識。鍾意我的嘅話點個 like 啦。